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4月29號，暫時中東局勢都冇乜重大進展，所以美元都係保持區間上落格局。花旗分析員調低咗美元短線嘅預測，預期美匯指數大致保持喺過去12個月嘅區間上落。中東衝突同埋全球經濟增長被下調，可能利好美元。但係主要央行立場偏鷹，而聯儲局立場偏鴿，就可能利淡美元。主流貨幣方面，澳元可能會繼續跑贏大部分嘅主流貨幣。澳洲通脹較嚴峻，令到澳洲央行維持偏鷹嘅立場。花旗分析員預期，當局將會喺5月同埋6月份加息，加上能源供應壓力過後，全球經濟增長應該會復甦，商品價格做好，都有機會利好澳元後市。我哋中長線亦都睇好日元。如果美元對日元升穿160水平，花旗分析員相信日本央行同埋財務省將會入市干預日元。花旗分析員亦都預期日本央行將會喺今年6月同埋12月各加息一次，息差走勢亦都可能會利好日元後市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